回顧上世紀80年代，巴士公司對車輛嘅檢驗同維修保養，亦都有一套準則。一齊睇下1984年嘅報導。巴士是否安全啊？除咗駕駛技術、路面情況之外，最重要嘅一環就係維修。以下呢，我哋就係睇下九巴嘅維修制度。九巴呢，每日都有臨時嘅維修，司機呢，如果發現巴士唔妥呢，就到站頭報告，由駐守喺站頭嘅維修人員嚟到進行維修。而呢一類嘅維修通常都係小毛病，好似啲車燈唔着啊，啲車閘嘅閘門閂得唔好啊。咁呢一類小毛病呢，一經修妥就可以投入服務㗎啦。每晚呢，亦由巴士司機呢填寫一份報告，指出巴士嘅毛病，好似搶軚啊，或者係煞制系統太過緊啊等等。咁就由廠方嘅維修組呢，即晚就進行維修。第二種呢，係每3個星期，就係當巴士行咗3000米左右呢，經過排期呢，就會喺夜間按照維修表，咁就俾技工呢按照表格內容所列明嘅項目逐項檢驗。呢個時候連軚盤、車胎、煞制系統等等呢，一律要詳細檢驗同埋保養。發現有毛病嘅就要修理。第3類呢，係每3個月嘅小修，呢個時候呢，就進行全車嘅檢驗同埋保養。第4類呢，係 COR， 即係領取汽車檢驗合格證書。通常呢，喺行車證到期之前嘅4個月就進行。呢個時候就要由車底至到車身全面檢驗過。維修完成之後再經由運輸處嘅驗車主任檢驗過晒，認為滿意，發出證明至可以出廠。第5類呢，係 COF， 即係汽車嘅全面檢驗合格證書。呢項證明同埋 COR 一樣都係由運輸處發給嘅。根據規定，巴士嘅車齡喺10年之內嘅就每5年要進行一次；10年以上、14年以下嘅就要4年一次；14年以上就要3年一次。跟住車齡嘅提高檢驗嘅次數亦都相應頻密。當然COF 亦都最後要由驗車主任認為滿意至得。此外運輸處驗車主任亦都會不定期咁臨時抽查，睇下巴士嘅安全情況。由咁嘅制度睇嚟的確係相當嚴密。但係我哋睇到驗車主任除咗試車之外又會用錘仔敲下架車。究竟靠敲下係唔係咁有效呢？根據有10多年經驗嘅驗車主任話，呢種方法喺英國、澳洲等等國家一直都係沿用，主要係靠敲嗰陣聽下聲，就會知道機械有冇裂痕，螺絲有冇鬆。而據講效果係相當有效。